娛樂喺 Melco 個 DNA 入邊係一個好緊要嘅一 part 嚟。即係如果你就係 purely 用個賭場嚟 attract 人咧，其實個賭場係一個 homogeneous product， 你每一個地方個賭場都係一模一樣。但係你點樣可以去真係 attract 到多啲人去你個度假村咧？想起啲嘢係澳門冇嘅，其實去晒全世界睇咗 Las Vegas 啊，睇咗Australia， 就有啲咩嘢喺世界度係即係國際性可以拎到嚟澳門，我哋可以真係做得仲好啲。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去到 Las Vegas 就睇到佢啲 shows 就好成功啦。咁 Franco Dragón 就係Las Vegas O Show 個 creator，Cirque du Soleil 3個創辦人之一。其實我哋都可以喺澳門試下做呢個咁嘅 show， 一定要變，冇可能永遠淨係煙醬嘅賭場。2010年我哋開水務間嗰陣時咧，係啱啱係金融風暴。咁我記得嗰陣時08、09年咧，其實全球啲銀行啊都好有問題啦，係淨得新濠天地係繼續起嘅。咁因為嗰陣時 City of Dreams 都有成15000個工人，咁所以如果連我哋都停埋工，就即係 pretty much 停晒。水務間其實個風險係超大。2010年已經係20億。我開嗰陣時都唔知道啲人會唔會接受㗎嘛，咁即係會唔會真係坐低睇90分鐘嘅表演？由2010到2020，有成700萬人嚟睇過。水務間係一個好緊要嘅澳門嘅 IP 啦，澳門旅遊局其實 No.1 嘅 advertising tool 啦。其實06年嗰陣時係真係冇嗰個 expertise 喺澳門㗎嘛。開嗰陣時其實我諗嗰300人其實真係我諗得1、2個係即係中國人，咁然後今次1/3，300人之中有100個係中國人。我哋希望 through 水務間呢個表演，亦都可以 motivate 到下一代嘅年青人，就話哦，其實呢個係一個 career opportunity、career path 嚟嘅。喺博彩業之中，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俾到多一啲人睇，就話唔係真係淨係喺賭場做嘢啊。水務間有好多 component 㗎嘛，即係又有跳水啊，又有芭蕾舞啊，又有唔同嗰啲 acrobatics 啊 ，circus acts 啊。我讀書嗰陣時 ，first of all， 我大學又唔係話一個好好嘅、特別好嘅學生嚟嘅。但係 part of 我嘅 success 其實有好多時天時地利人和。99年翻嚟就澳門回歸。係咪？咁我創業嗰陣時就啱啱澳門開始，咁所以我就有個咁好嘅機會，咁所以我亦都要多謝澳門特區政府，多謝祖國有個咁嘅機會，繼續努力。